即將會同大家而家喺現場送上嘅咧，就係喺啟德體藝館挑戰杯劍擊錦標賽女子重劍8強賽事。我哋將會同大家喺現場直播嘅畫面咧，係集中喺藍色劍道上面嘅賽事，將會咧就係由Sophia 方心對住咧就係黃思欣。咁啊，當然啦，現場亦都俾我哋嘅係喺現場嘅主持人咧，同大家咧先介紹翻我哋喺公開組女子重劍方面咧嘅8強劍手嚇。咁啊，大家都見到咧，喺我哋而家現場嘅直播畫面近鏡見到就係藍色劍道咧，藍色劍道嘅後方咧就係黃色劍道。先介紹咧就係方心。裁判張以妮 Hong Kong China。今年咧只係非常年輕，19歲嘅啫。咁啊，佢嘅對手咧就會係黃思欣。運動員烏海迪。咁啊，而至於一陣大家如果真係有咁好眼力咧，留意到咧喺我哋藍色劍道嘅後方咧，就會係我哋嘅黃色劍道啊，就會有阿 Heidi 吳凱緹對住咧黎曉彤，都係兩位咧，其實都可以話喺而家目前喺女重方面咧，後起之秀同埋都幾有天分嘅劍手嚟嘅。咁啊，跟住咧喺斜角嘅綠色啊，喺後邊綠色劍道咧就係鄧影雪對住李以榮。咁啊，而至於喺紅色劍道就係喺藍色劍道嘅旁邊咧就會有我哋阿 Mooney 港隊嘅成員朱家望就會對住梁奕玲嘅。咁啊嗱，嚟到8強，陳慧玲就被淘汰咗啦。咁啊，頭先見到Coco 連奕希亦都被淘汰咗啦。落到嚟8強，兩位拍檔會唔會特別有啲咩嘅心水呢？朱 Sir，現時嚟睇呢，我哋睇翻呢一場先。咁我覺得呢，方心嘅機會大好多啦，因為咧其實咧兩個年紀係差唔多，但係其實咧你見到方心咧個成績已經即係飆咗上嚟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咁佢哋都係老對手嚟嘅，咁你青年軍啊各樣嘅時候都係一齊打。咁但係其實方心咧都已經去到穩佔咗呢個港隊嘅席位咁滯啦。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咧我自己認為咧就方心晉級嘅機會大啲。咁當然啦都要打咗先知嘅。當然我話而家咧咪喺目前喺能夠登上到而家喺世界排名方面啦，咁啊黎曉彤頭先翠兒都有提及過，咁啊方心其實近年嚟，我哋喺好多不同嘅本地賽都會一定係有留意到，咁啊經驗上當然你話朱家望咁啊作為港隊成員之一啦，咁啊擁有經驗梗係較為豐富啊，咁啊所以咧咁啊大家都有佢哋嘅優勢，我哋而家集中咧就先睇黃思欣對住方心嘅呢一邊。好。咁啊，亦都可以頭先即係現場都有介紹啦。咁其實藍色劍道嘅呢一場嘅賽事啦，咁啊主裁判張依妮啦，亦都係我哋元祖級嘅即係女子重劍嘅即係前運動員啦。咁啊佢係同嘉麗啦，佢哋係同一個我哋叫做一個差唔多年代嘅人啦。咁啊亦都係咧曾經嘅亞運女子重劍團體嘅銅牌得主嚟嘅。咁好多時候一啲運動員退咗役之後呢，可能會都係參與一啲同劍擊有關嘅一啲工作啦，可能會做咗教練啦，或者好似阿伊妮咁樣呢，就係會投身呢個裁判啦，咁啊將自己嘅一啲經驗同埋對劍擊嘅熱愛呢，用另外一個嘅身份呢，繼續延續落去啊！咁啊，現場可能係嗰個計分牌裏邊有啲嘅操作嘅情況啦。咁就要處理一下嘅。咁啊，另外其他嘅黃色劍道啦、綠色劍道啦同埋紅色劍道嘅賽事呢，其實就已經呢進行緊㗎啦。咁啊，暫時每個劍道即係我而家眼睇啦，咁啊個比分都係一樣0-0。係啦，咁可以睇翻藍色劍道嘅呢一場賽事，黃思欣對戰方心。好，咁啊比賽開始啦。咁啊方心呢都係採取呢一個比較被動嘅狀態嘅，即係都係退後去揾機會去刺翻對手。咁啊，黃思欣呢都見到佢嘅即係體型上邊呢都大隻嘅，咁所以呢其實呢見到個速度係快嘅，兩個都。咁啊，第一劍呢就都係方心嗰個抄效啊。當黃思欣想進攻嘅時候呢，就補一個頂刺呢，就大家互相得分。好，呢一劍呢，方心想刺腳嘅時候呢，黃思欣呢就已經準備好
俾你刺激之後咧，做一個防守還擊落咗隻手度。咁啊，又係一場直柄同埋槍柄右對右嘅對決啊！會見到咧，黃思欣咧揸住把槍柄咧，做好多防守嘅動作，想擋佢把劍嘅，嘗試去打走把劍嘅劍尖。咁啊，但係方心咧保持一個比較遠嘅距離，咁你打唔到。咁啲劍咧想嘗試佢把劍去下邊防嘅時候，上面切。咁但係黃思欣咧冇俾佢到，做一個頂切略，雙方同時得分。始終因為咧槍柄咧揸實咗咧，咁你放心要攻入去咧，真係要走佢把劍先得啦。對方會多啲擊打嘅時候咧，變咗你伸入去咧，佢就會嘗試去擋你把劍，然後你可以揾下其他嘅位置去打。好呢劍咧，方心嘗試入嗰個距離去打，但係咧埋到去咧咬嗰個角度太大啦，咁所以咧對方壓住佢把劍，單登始終得分。咁啊，暫時黃思欣係領先緊4-2。咁咧，始終即係我哋所謂叫做揸槍柄嗰個，相對嚟講嗰個力量同埋個交鋒能力都會係比較強啲啦。咁可能方心佢要入去嘅線路咧，就唔能夠再係太過單一，又或者係一個錯一個時機就入去，可能係要多加少少一啲前邊嘅一啲挑釁動作，再打入去嘅時候，或者做一啲跟進咧，先有機會打得入去黃思欣啊！哇！呢劍就啱啦，做咗3-4個去挑釁對方，等對方做滑圓嘅時候咧，就一路轉入去打啦。都好講求佢哋嘅組合嗰個執行性啊，因為咧你咁樣轉幾個轉移入去打咧，其實都講求好強嘅手指嘅要求啊，咁先可以打得入去啊。如果你唔係嘅話，好容易就飛走咗個劍尖，打唔中對方。因為黃思欣本身嗰個打法上邊就係以一個即係交鋒為一個主要嘅打法嘅來源啦。咁所以方心唔能夠話淨係我由一個直柄或者我一個進攻嘅深度好容易就會打落去。嗱，你見黃思欣一掂到劍呢，佢就好有一種叫做我哋叫反應啊！一掂到劍就防守還擊，或者一到距離呢，佢就直手刺你㗎啦。咁啊，繼續都係2分分差。好，咁啊啲劍咧就保中啊。咁啊，去到近身嘅時候咧，都冇得咁多技術啦，就大家睇下邊個快啲中就算啦。咁所以咧，見到大家去互中嘅時候咧，咁啊，方心單登始終得分。好啦，咁啊第一節就完成咗啦。咁啊，黃思欣以1分咁啊領先住方心嘅。咁啊，大家可能都覺得，咦，好奇怪喎？點解之前幾場嘅比賽，譬如方心啊，或者係黃思欣啊，都有教練咧喺場邊嗰度指導嘅？咁點解呢一場冇呢？咁啊，原因就係因為其實佢哋兩個咧都係嚟自同一個劍會嘅，係啦。咁通常有時咧同一個劍會嘅對賽咧，因為始終大家都係即係可能比較熟啦。咁所以咧，佢哋都會有一個默契，咁就未必會有教練咧就上場去指揮嘅。咁啊，全部都係靠翻運動員自己本身平時嘅一啲訓練啊、平時嘅準備啊，又或者臨場嘅一啲應對咧，去處理呢一場嘅賽事啊。呢一啲嘅狀況好多時喺國際賽事咧，尤其是譬如大家可能會見到啦，好多除咗你話劍擊以外，好多其他嘅運動項目啦，有陣時國家隊嘅球手佢哋自己對碰都係㗎。咁啊，你話最近去睇乒乓波都會㗎，去到有陣時國家隊對國家隊嘅時候咧，我哋所謂嘅叫做內戰咧，咁啊好多時都大家都已經熟習咗用翻自己嘅方法，就未必會有教練咧坐正喺個場邊度練習去幫手。因為始終個教練團隊同個即係個球員或者運動員咧個信任都好重要啊！你睇咗佢咁翻到去嘅時候，又教翻佢嘅時候，又好似有啲尷尬啦。咁所以咧，盡量都唔會睇啦。咁啊，呢劍咧，方心都奏效嘅，嘗試快脆去突入去嗰個距離，然後去做補劍。咁今次咧，黃思欣咧把握到機會都係同時得分。
可能阿方心要打入去，黃思欣要做多少少，即係比劍再跟進，因為黃思欣佢嗰個我哋叫做接觸劍啦，或者係防守還擊嗰個能力係比較強。係啊，咁所以你可好容易以特登俾阿黃思欣去防把劍，然之後再打跟進。但係呢劍太強啦，佢打走咗把劍之後翻唔到去。係啦，呢劍其實佢個意圖都係想再補劍，想跟進嘅。咁但係黃思欣喺個角度上邊，佢一攞完個一係啦，唔係攞完個二，對唔住，攞完個二一上去嘅時候就已經刺到方心胸口嘅位置啦。係，所以呢個就係要靠個日常訓練嗰個動作咧，擋到落手。好，哇！呢劍咧，方心嘗試轉嘅時候咧，黃思欣咧做完一個防守咧，其實就防空咗嘅。咁但係咧，佢嗰個還擊嗰個協調咧好好啊！佢一防完即刻還擊。咁啊，方心仲喺度轉移緊嘅時候就落接手啦。咁啊，變咗黃思欣單燈。咁啊，睇下方心點樣可能喺個入去嘅一個節奏上邊，因為而家黃思欣嗰個感覺已經調到好好啊！即係你一比劍，佢一啱佢嚟，佢就佢就直手刺出嚟，或者你再真係打入嚟嘅時候，佢就直接防守還擊，好短好快啊！佢個防守還擊，就算佢防唔到咧，佢都會還擊嘅喎。咁當你要兜路就避開個防守嘅時候咧，佢就已經黃思欣都唔等你入嚟啦，直接做好多手上嘅干擾，圓4圓6。令到你方心嗰個劍尖控制好難，然之後再向翻前打出去，咁啊最後呢一劍係一個少少對抗嘅延續咯。咁啊領先4分，9比5。啊呢劍好劍啊！一啱距離嘅時候直接就搶攻啦。嗱喺啊方心諗住跳入去 preparation 中間嘅時候，黃思欣直接眯埋眼直手就刺到啦。咁啊，時間仲有1分鐘到，都打得好快啊！呢場啊，第2節啦，咁就已經去到打到一邊10分，一邊6分。可能年輕嘅運動員都會相對嚟講個比賽節奏都會比較快啲。係啦，咁啊，黃思欣又係睇到方心上步嘅一個。有冇叫上步咧？入距離嘅一個漏洞啦。係啊。咁啊，直接直手就搶出去啦。因為咧，佢知道方心咧需要兜到佢個防守先會轉到入嚟啊。咁所以咧，佢而家直手啦，佢唔防啦。咁啊，變咗方心喺一個仲喺度組織緊佢進攻嘅階段咧，就已經俾佢搶翻出嚟。咁所以咧，好多劍咧俾黃思欣呢個策略成功咗啊，俾佢直接擊中得分。咁啊，單燈。咁啊，方心可能呢個時候咧都幾難搞，因為我組織緊個進攻嘅時候咧就已經俾人搶出嚟，咁變咗我要好簡單直接啊。係啦，黃思欣又做咗一個壓2嘅進攻，咁啊刺到小腿嘅位置咯。係啦，壓2。係。其實底劍刺唔到嘅，補劍先至再刺到腳嘅。會打到出邊啦，應該呢劍未到咗個距離。咁啊，刺咗出邊賽道出邊嘅地方，所以呢啲劍咧就取消唔計嘅。地下。呢劍都係地下。係啊，所以咧，咦？呢邊比分啊？睇下方心會唔會睇錄像先？我覺得係地下喎。係啦，都係地下嘅。始終咧，裁判咧，即係重劍咧，可能就唔需要睇最終權，但係咧呢個規則上面嗰啲咧都要睇得好入神嘅要。咁所以都係要好專心。咁呢劍咧，裁判睇翻錄像之後咧，就見到都係刺到地下，咁就取消翻呢1分嘅。好，咁啊，第2節都夠，咁啊，休息1分鐘。12比6啊，黃思欣領先方心啊。咁啊，見到其實咧，黃思欣呢個變佢個策略咧都變得幾有效啊。咁啊，方心嘗試做多啲組織一啲先威脅你，然後轉入嚟嗰啲動作咧。咁其實咧，黃思欣咧開頭咧佢其實做好多防守嘅動作嘅。咁去到中段咧，見到佢都唔做一啲防守嘅動作。當你組織緊嘅進攻嘅時候，我直接破壞你個節奏，直接做一個
進攻咧，咁啊喺嗰度咧就拉開咗個比分。同埋其實亦都通過佢前邊做咗好多防守嘅動作咧，令到方心要入去嘅時候咧，佢就要組織一個複雜進攻。咁其實佢成個戰術就係我防到你要複雜，你一複雜嘅時候我就直接，你一複雜一 preparation 我就直接搶嚟啦。係啦，暫時都好有效嘅。咁啊睇下方心點樣可以力挽狂瀾啦，因為暫時呢兩個動作即係直接防守或者直接搶咧，阿黃思欣都做得幾好嘅。安仁 Frank Allen。咁可能方心喺隻腳嗰度咧要做多啲嘢啦，即係可能做啲突入引出嚟，然後再拉翻出嚟，再一個加速上翻去打先可以破壞到阿黃思欣啲節奏。同埋可能要相對遠少少發動，咁啊令到佢去睇個防守時機咧有一個差別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將佢嗰個即係1-2複雜進攻咧就可以開展到出嚟。因為始終喺呢個距離咧，黃思欣個防守好實淨，你一定要引開佢第一個防守，甚至乎兩個防守。係啦，咁啊黃思欣亦都不斷咁樣做圓4圓6啊，干擾你諗住遠啲發動咩？我就喺呢一度干擾，令到你入嚟嗰條路線唔舒服。咁啊，再做一個寶劍啦，咁啊刺到膊頭嘅位置，黃思欣領先緊13-7。乜說時遲那時快，一到距離就直接打公步，雙方同時之中14-8啦。因為都就快贏啦，所以咧都唔諗其他嘢啦，我保中多2劍都完啦，咁所以咧都希望盡量簡單。留翻啲體力，之後再打嘅。係啦，咁啊，黃思欣亦都唔想同你急啊，因為喺個比分上邊有一個咁大嘅優勢。好，咁啊 double 啊，咁啊完成比賽，黃思欣進入4強。係啦，咁啊8強就黃思欣就戰勝咗方心啦，咁啊亦都係穩奪一面嘅獎牌。如果我冇記錯呢，如果記錯嘅話，各位觀眾可以話翻俾我聽。呢個應該係黃思欣第一個喺成人組嘅獎牌嚟嘅。咁啊，亦都係一個里程碑啦，對佢嚟講。咁啊，亦都係即係一個增強信心啊，最緊要。係啦，見到有唔同嘅一啲新嘅面孔可以企到上去頒獎台呢，都係香港劍擊項目嘅一個可喜嘅事情啦。係啊，因為呢個獎牌對佢好重要啊，因為佢已經20歲啦，佢青年組已經完成㗎啦。咁係要公開組咧，要有啲成績咧，咁先可以繼續代表香港啊。咁所以呢個牌咧，呢一個分咧係對佢非常之重要啊。